Tunihal to musaka
Bising bahasa Amis. Bising bahasa Amis. Kawanan kamai uwali. Kawanan kamai uwali. Kawili kamai uetip. Kawili kamai uetip. Kaikun utimul. Kaikun utimul. Kaayau uamis. Kaayau uamis. Wali etip timul amis. Wali etip timul amis. Musadak kucidak bahasa iwali. Musadak kucidak bahasa iwali. Mijalem kucidak bahasa ietip. Mijalem kucidak bahasa ietip. Naiti mulai afali usafalat. Naiti mulai afali usafalat. Nai amise afali ulifes. Nai amise afali ulifes. Oh
Mata matuku wawa ireng Mata matuku wawa kilang-kilangan. Kilincing ratu kakak enam. Mata matu nuka ku papa. Halika entu papa.
Suniharto Musakat Tusikat Ha hey hey ya ha hey hey ya ha Kalau muato Akagamatuka Ha hey hey ya ha hey hey ya ha Ay rai ria Rizki Ha hey hey ya ha hey hey ya ha Niarai kita Tusigal Nitaong kita Tusigal Ha hey hey ya ha hey hey ya ha Bising bahasa Amis Isi bahasa Amis Kawanan kamai uwali Kawanan kamai uwai Kawili kamai uetip Kawili kamai uetik Kaikun utimul Kaikur utimun Kaayau uamis Kaayau amis Wali etip timul amis Wali etik timur amis Musabat kucirat bahasa iwali Musalah kucira rasa iwali Nijeleng kucirat bahasa ietip Di dalam kucira rasa iletik Naiti mulai afali usafalat Nai dimulai akali usahakan Nai amise afali ulifes Nai amise akali ulifes
wawa ireng ureng usang mata mataku wawa kilang-kilangan.
好，爱好萨利嘎嘎马波隆，吉安努嘎哥，爱好是Elis kau lu kako. 所以那一段呢阿鲁米尔，我他们拉共学员是那奈比苏达丹，米班古那那音乐会是那奈，kami tatosa ini rumah Deo kami tini ayaw namo. 哎，我来两说，其实我们很紧张哦，第一次这样子用母语讲话吧。用讲话，对。那首先呢，先感谢一下这个，就是买这一次的绘本的朋友们，募资对，那参与募资朋友们，对，因为已经达到了我们的目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谢。那大家都看了吗？现在网络上有几个人？网络上很多人17个、16个，好，17万个，好，17万个，那赶快进来哟，哈，还来看这米出没好，那后面罗马丢都卡米达多少哟？还，哎，我们过来留言说，usaya wa ko la teo, o pelin siwa na ko itini ni aro itiaho, nika, 没办法，我拉丢啊，我是大概是30岁出头的时候，我不比那么多拉丢。第二个我了嘛，其实我不知道我会唱歌来以前。是啊。对，所以说。我感觉很像你小时候就在唱了呢。是小时候开始唱没有错，可是要出专辑，要成为歌手，这个过程是从30岁开始这样。所以我就在部落学了一首歌，那这首歌在部落里面，非常好听，所以从小就学到大。那我也常常拿出来表演。好，声音 OK 吗？网络上的朋友，如果你们要回答我的话，可以用打字的，然后工作人员会 feedback 给我哈，可以吗？哈。Oh yan,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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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yan, ha hen hey yan, yan an, ha hen hey yan, oh yan, oh yan.
好听。对，这是我就是从小学到大的一首歌，然后一直到我30岁开始准备要做专辑哈，就是前面的练习跟学习，就是有唱这个歌这样子。那不知道以利，就是你早期的时候，学的母语歌有哪一些？我也是20几岁开始学母语歌，是。然后因为我小的时候是在哪里呢？在元武者。对，你以前是元武者的哦。我以前小时候，很小的时候，6岁就到台北，所以我们比较没有机会接触母语歌，然后我也不太会讲族语。我是来港口部落被伊那米定这边港口部落的人训练，才很会讲那个族语，自己的母语。像你刚刚唱那首歌是，我记得我女儿很像2岁多的时候，我们来港口部落找你，是，然后你跟那个 Support 也有唱这首歌，我跟你们学的。真的哦。对。那时候因为我们还年轻。对，所以刚刚那首歌其实启发我很多很多对于创作，对音乐创作这个过程这样。那接下来呢，我也是要唱一首我第一次学习怎么去创作的一首歌。好，那这首歌是跟我的伊娜，我的妈妈叫咖喱丁，我的名字叫阿努咖喱丁哈。我妈妈其实在部落里面，她很会唱歌，然后也很会写歌，会自己创作这样。所以我也不知道，就是可能就是基因的问题，我在30岁的时候，我就很快就上手这个所谓的音乐创作者。那这首歌叫做感谢主灵，献给大家，谢谢，掌声加尖叫，那个我们唱的朋友。
비을은누미다 오아야 나이요인 아야 오야 나이요인 헤야 오아야 오아야 나이 오야 헤야 오아야 好的，好听吗？对，这首歌呢是我的第一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非常非常的好听。那现在其实有很多的小学校，就是国小的学校都当那个母语，对，尤其是这也是我的母语教材，也是你的母语教材，对对对，尤其是在新北市跟台北市。那真的很感谢，因为我觉得我soal no tahu bisa pansahay sulinay ito 非常非常的重要。Ano awasan ko mui sa nanay palawina-winaan soal man sa to kita o wawan pansa wawan no tahu bisa pansahay。所以，我为什么一直要创作母语？其实是一方面是我从小是母亲的一个，从小一出生就是母亲在跟我讲母语，所以就是对我来讲是很自然而然就用母语去创作。一样哦，我们这边那个港口达姆拉共学园的小学生，这也是他们的教材，所以我对我这首歌也是我女儿学的，因为她回家的时候会唱给我听，说这首歌不是阿诺叔叔的歌吗？所以你很多歌都是母语教材，然后小朋友去海边就会唱那个卡奇基萨卡奥里，所以你很多歌小朋友都很会唱，对啊，这是。迟来的东北季风。对，然后像有很多单词，其实我不是很熟，有时候我也可以看你的歌词，说原来这个是这个意思。其实野丽你的歌也是有很棒的词啊，我觉得。那个对我妈妈翻译的好。我们前面黑板说要讲的。有刚刚说达姆拉港口达姆拉母语共学园。对，这里是达姆拉的共学园，在港口部落。对，那国小，对，这是我们的那个国小教室。那这边是国小的那个老师的绘图，黑板这样子，很漂亮哈。很漂亮，是老师画的还是小朋友画？老师。第列诺邦在。是，好的，好，接下来呢，我们掌声欢迎耶！金曲歌后屹立高楼，每次都要这一点，每次都要加金曲歌后。对，外面今天也很多金曲歌后、歌手、歌王那个青蛙很大声。对，因为这边关心都是大自然，所以外面都是青蛙声。那这首歌我要唱的也是我20几岁学的那个一首歌。那你听到它，你就知道说它其实有个时代感，就是可能它里面有日语，也有阿美族语，那杂莫就是全部加在一起这样子。这首歌其实我们一般是没有，原住民歌很少有歌名啦。后来我们才会加上歌名，因为要跟人家介绍这个叫迎亲曲这样。其实可能在早期的时候没有歌名，那这首歌我就唱给大家听，我们就一起唱了哈。好。
Ay, Yusapa kaan tupinaulan Lipahakina aroma Ayan, shikadafuki na aroma o garagani Minasan sorote utaimashou Umita fukai, umita fukai Shikokoro ayay Yusapakaan tupinaulan Lipahakina aroma Ayan, shikadafuki na aroma o garagani Minasan sorote utaimashou Woo! Ha! Chugga! Ha! Ha! Chugga! Ha! Ha!好的，这首歌迎亲曲迎亲曲你没有感觉到，就是每次我们的那个结婚也有那种结婚会后悔，是，不愿意离去的那些那个亲友们，真的，到第二天又在现场，而且第三天还在现场，而且有很多个浪。对，总共要有8天。对，伊利要不要讲一下刚刚那首歌的意思？其实里面都很多那个我们常常会吃到的食物，大都更，那是我们最爱吃的。然后里面有福定，就是我们一定会在节庆或者是丧礼也会结束的时候就会有福定嘛，哈，是，对，就是巴格浪的时候，一定要家里的男生要去海边对抓福定。然后节庆最重要还有就是杀牛，以前是要杀牛，杀牛对，那现在比较少。对，少见就是杀猪，对，没有钱吗？啊，对，牛比较辛苦啊。还有那个法林诺，就是那种我们讲哈哈，对，糯米，对，法林诺我们就是在你可能在我们的那个节庆那边一定会吃到这几样食物。对，就是哈哈，就是阿美族常吃的，尤其是在祭典的时候，会常常出现在，比如说在祭拜的场合啊，或是在家里。巴格浪的时候，或是在庆祝结婚啊，对，或是当兵的时候，家里都会去米萨哈啊，对，还有米萨多润也是，对，在祭典的时候，米萨多润也是，对，我其实还不太会米萨卡卡呢，啊，下次教我，是，我只会吃哈哈这样，对，哈哈配那个雪露蘑菇汤，很好吃啊，但是大家要跟你们学怎么样调配它的味道才会刚刚好，对啊。对，节庆要有血肉模糊汤，好像很可怕的样子，八菜一汤的意思。不会啦，很好吃。是。那今天大家有看到我们旁边这边有一些书嘛，对不对？那这是这一次很开心，就是达摩拉共学园终于有出自己的绘本教材。那这些绘本教材都是达摩拉的老师跟家长。一起共同创作的，然后，如果你们想要听这里面的几首歌，其实我们在 YouTube 上面、网络上面都可以听，在达摩拉文教协会那边就可以听得到我们很多的歌谣在里面。我有唱一首，巴布罕阿怒啊，对，阿怒也有唱这些歌在里面，所以你们想要听听我们共学园的歌谣，那都可以到那个 YouTube 上面的文教协会那边可以听。好，现场目前好像有超过50人咯。有没有人有什么想要跟我们聊天的？有什么问题吗 ？feedback 一下好不好？没有，所有的网络上的朋友。51个，51万个啊！501，天哪！掌声加尖叫！对，卖出来，感觉很像我们卖了什么？501卖了什么啦？501耶！你们都有买吗？各位观众，这个对啊，对，买一下真的很不容易，出了一个阿美族的母语教材。其实里面很简单哦，你如果可以有看，就是可以边看这个里面的罗马拼音，然后边学歌谣，
然后唱给小朋友听，非常很快速就可以学习了。对，里面的歌都是以大自然为主的教材。对，是我们这个创办人伊娜拿告他所对创作的，我觉得他真的有够厉害。他今天应该也要跟我们一起唱歌哦。对啊，他说他生病感冒，不好出现这样。好啊，哎，阿诺，我觉得你的母语实在真的很厉害呢。我每次听你讲，像其实我不是很厉害的人啊，就是我觉得是很蛮发达给说你的小帮仔这样。gampang ako itini ka ko inyaro mato asa na 还 ko pinanaman ako itini ina itini mama itini mato asay hano iloma sa ko mafana talaga ko pisudadan bisa na horan ko special ta maharaga ko malahitay paputal to ko na 哦， sawar sa to ko pinanama ko ano 30岁的国民都可以听呀，还 tak ayah 在干嘛多？ mau fakir tu aku hai so hai 哦，因为在台北太久了，很顺呢，你讲主语好顺哦。在台北太久会真的会忘记失去很多，就是你用，因为很少使用这个自己的主语，所以会忘记。对，会忘记，所以大家你那个我这几年就是以创作为主嘛，大家来过，所以我一直希望要一直写歌，不断的写歌去创造这个minta misalkan saya radio sama ibu Nina 也是就是我们的文学这样，新的现代的文学，我也是在这边学，因为吉娜没定啊，都吉娜啦，就是很鼓励我们家长一定要讲主语，然后。我随便乱讲，他们也能接受。这个因为有些字这个翻哪个姑嘛，所以我就行嘛，三个姑你说啊了，他们也就哎。听说你女儿比你还要厉害呢。哎，我讲真的，咱俩好，就是2岁就进来这边4个月嘛，反正都在让你上班在啊，真的很厉害。对，有时候我讲错，他会纠正我，我也是觉得很尴尬。对，其实要多多使用母语了。saya bisa jauh nala fukir tawa le satu. Bisa nopansah tu kita sarumnya mi'ar kami sanopansah. 尤其是ma'arau suku salikaka isuai niaro salikaka upansah sanopansahan bisa jauh. nanam satu. 也是这样子。因为我觉得在这个就是在东海岸的环境还是。比较常会可以使用到主语。你广播也来懂你啥帮助还？哎吼，萨利嘎嘎，还我什么哪一个咪什么哪里要看什么东西这样对。对，有时候医院的讯息会来说啊，在那个封闭医院，救下这样，救下给他，什么送救。对，我也是从那边学到很多，就是这是到底讲什么？对，好，我们讲到扯很远啦。好，接下来帮我唱吗？还是都可以啊，你也可以唱。好，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是我很喜欢的《迪迪尼亚罗号》的一首歌，然后我觉得这首歌，我把它唱的变成很温柔了。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很适合伊蒂尼亚罗，很适合我们这边的环境，因为伊蒂尼亚罗，其实没有过年过节的时候，其实是很安静的一个地方。有时候，raka cagi so伊蒂尼亚罗，raka cagi so伊蒂尼pagarayar，awak waktu utakula waktu topi我米达乔哎，我就把这首歌编成比较柔一点的部落的歌。这首歌我命名为《一眼鸭》。
尼呀哎呀，咿呀尼呀哎呀，咿呀吼咿哟耶，吼啊咿呀哦嗨呀，咿呀哦哟呀，吼咿。Oh hayan hayan, oh iya oh yo hayan iya oh hayan, oh iya yo hayan oh an haye yo yan iya oh in hoyan.咿呀尼呀哎呀，咿呀尼呀哎呀，咿呀吼咿哟耶，吼啊咿呀哦嗨呀，咿呀哦哟呀。哦咿呀哦嗨呀嗨呀，哦咿呀哦哟嗨呀咿呀哦嗨呀，哦咿呀哟哎呀哦安哈咿哟呀咿呀哦因吼呀。咿呀哦嗨呀，哦咿呀哟哎呀哦安哈咿哟呀咿呀哦因吼呀，咿呀哦嗨呀，哦咿呀哟哎呀哦安哈咿哟呀咿呀哦因吼呀。好的，好听吗？很好听。是不是很温暖？哇，就是那个真的有晚上的感觉。等一下，其实这首歌感觉像约会的歌呢。啊，真的吗？很像情歌还要哦。这样手这样，咦，还要手牵手。我为什么会这样唱这首歌？其实我以前20几岁的时候常去直播不到。哦，你说那个对，出海你有吃过口？不到吗？不吃，哦，有我也是来这边吃。对，这是我们这边直播的特产，不到。以前我爸爸还在的时候，我们常常2个人会去大家直播不到。哎，但我每次有时候那个不到有没有？它会到凌晨太阳快升起的时候，那个不到就开始出现了。哦，凌晨的时候。对，可是那个时候的凌晨是最漂亮的时候，因为那个太阳是，对不对？对，然后你听到那个海浪声，然后大家其实是抓不肉的时候，其实是哎呦还剩10分钟哦。好，等一下我会上来，赶快。哎，对，好，很安静，然后就那个气氛是让我觉得这个世界是这个部落这个世界是很温暖的，这样，所以我就把它编成这样子。好，来。接下来呢，我想唱一下主语共学园的那个一首歌，叫做，你就看到这边有没有阿迪娃娃？阿迪娃娃，对，来吧，孩子。对，大家可以翻开。今天我们会有邀请一位那个朋友呢，来跟我们一起做表演，叫做博祥阿祥。阿祥，欢迎阿祥，耶！
那你们如果有这本书的话，可以这样翻开第一页，然后就会看得到哦，这首歌怎么唱。等会我跟着大家一起翻书，一起唱，因为，伊娜，毕竟我的头脑没有这么记不起来了。是。那这个像阿迪娃娃会在什么时候唱呢？通常是在集合，在请小朋友一起集合。我们不是用那个铃声，在共学园不是用什么上课了，下课了，然后都是伊娜在我们这边没有叫老师，也不叫伊娜或是妈妈，好，伊娜就会唱那个在那个幼儿园就会唱阿迪娃娃，或是自在多少，就等一下你会听到这首这样，娃娃那首歌对，好听，这首歌好听。所以表示说这个字其实很容易就学，对不对？因为我刚刚翻错面，他还提醒我，是不是很好听？太好听了，这首歌真的感谢，编得好好听，感谢阿翔的没有，不是这次这个是一个我们的吉他朋友谢华周编的，然后阿翔这次阿翔就是来。因为我不会弹，所以要请阿翔，麻烦阿翔来帮我弹。真的，这里的孩子好幸福哦，可以学这么棒的教材，这么好听。真的是对，所以不是很难，对不对？大家可以就是也可以买，就现在下个礼拜就会出，对不对？
下个礼拜就会就会收到陆陆续续的，对，在打工包，然作人员还在打后包中。陆陆续续寄出去。那如果需要的也是可以再买，对，再大购买。家一定要支持，这是很棒很棒的族语母语的阿美族语的。你看阿翔都会唱了，真的，阿翔这是非常简单的一首歌。真的对，是好，剩下最后20秒。20秒，我们还要唱一首歌嘛？好，最后一首歌，那我们来唱那个好不好？好，来，不要走，不要走，来要唱歌了。好，我们唱最后一首歌叫《无味奶歌》，我们沙巴猪祝福。才一。对，喂奶歌。无味奶歌上来。沙巴猪猪都娃娃。好耶。我这样调音是不是等一下就差不多就时间到了？没关系，他们应该还在线上。好，线上对，哈。我们可以 delay 我们可以10分钟 delay，对，因为对啊，难得。是，对。对，难得我们可以 delay 10分钟，再来一遍。不要走开哦，最后一首歌了哈，各位观众可以。随便拿一个乐器。来，那边有一个乐器，阿翔。对。会唱的一起唱哦。嘿，你会唱吗？对。嘿呀哦，好音嘿呀，大家嘿呀哦，爆炸！那我们直接开始，因为这是20秒。Malasang si ama si akong mapawan patsutsut tusunan. Huwa sa kusuna ipapisunan. Malasang si ama si akong mapawan pasusu tusuna. Sa gusto na ipabisuna. 最后一次机会。鼓好啊！我先，嘿呀哦，好音嘿呀，咁么多？嘿呀哦，嘿呀哦，好音嘿呀，嘿呀哦，我们一起哦。嘿呀哦，好音嘿呀。感谢各位，感谢大家。谢谢。母语共学园的募资的什么教材，那希望大家继续支持，一定要支持，而且非常好听的，而且歌谣，对，而且都是非常自然的教材，这样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它，谢谢，谢谢大家，谢谢今天的直播，谢谢大家。好的，我们两个，拜拜，我是阿怒，我是伊利高露，阿翔，拜拜，拜拜。